機場2號客運大樓月底啟用，機管局日前完成營運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視察之後話：對新大樓嘅自助同科技設備印象深刻。斥資129億重建嘅機場2號客運大樓，今個月27號將會正式投入服務。機管局喺日前安排過千人，包括3間本地航空公司、地勤服務供應商等等，模擬旅客喺2號客運大樓成個離港流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同機管局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姚志聰到場視察。陳美寶喺網誌話：成個離港過程動線相當流暢，有20條自助保安閘口同埋12條輔助。禁區設有15條自助安檢通道，配備最新3維同360度嘅電腦斷層 X 光技術，令到旅客安檢時間縮到最短。佢又特別提到2號客運大樓嘅洗手間比起1號客運大樓更加大。機管局深入分析咗旅客使用習慣作優化，增設特色空間，例如係衣帽間、化妝鏡，亦都設有親子洗手間等等。佢話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其中3號停車場已經開放使用。嚟講，陳諾客路段今個月會陸續開放，而機場快線亦都將會喺星期3開始一並服務2個客運大樓，亦即係機場站會打開兩邊車門。2號客運大樓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港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係離港陳諾客區嘅壓力。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海洋公園水上樂